結，結完婚呢，該怎麼玩怎麼玩。没那麼簡單，結婚了，寶貝兒。結婚呢，就是安撫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開心了，那就好了。至於以後的事兒，以後再說嘍。以後再說。好，作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過2天，我也結個婚玩玩啊！夠意思。我的臉到底怎麼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據檢查的結果和觀察，可能你自身對於注射的藥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於引起過敏的反應。就是說我被你們毀容了，是不是？我馬上就要結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誰？你賠得起嗎？何小姐啊，發生這樣的事情啊，我們誰都不願意看到。這種藥物在其他人身上注射的時候，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反應。這次的事情啊，是個意外。不要跟我談什麼意外，你現在就告訴我，我該怎么办？何小姐，你別着急啊。現在我們醫院無法對您的臉部過溢的情況進行處理，但是我們省外的總部可以處理這種情況。這樣我們會負責手術的全部費用。不要再說了，你就告訴我，我的臉到底能不能恢復？能。或許比以前更好一些。